是你。娇美，夫人谢英才。哎呀，少爷，你当心善良哦。哦，王祖，你回来了？我回来了啊。此话可有卖掉？一分也没有卖掉。少爷，你这里哎呀，少爷，你饿了啊？喏，这里有不能做，快吃吧。哦，王祖，此话没有卖掉，这文珠是哪里来的？少爷，你不是还有一件南衫吗？是我拿去点了些钱才买回来的。你骗我！那件蓝衫先前被点子洞滚出来的时有，留下一点子忘尽了。这文珠是哪里来的？这你说呀？你少爷，我看你2天没有吃东西了，我心里不忍，所以夜间吃它。你少爷虽说一日落，也是官为人家出身，谁叫你去吃桃的？你少爷，总不能眼睁睁的我是在这异乡看的哟。吃吧，岂不闻古人云：无事事小。你呀，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！来过城里城庙门，少爷你细心哦。九妹，哪想有人地阔，你先去问来。哎，老人家以我地阔，不孝大吉，老爷想问我小子谁啊？你们怎么为老人
听说的黄牙无山，这是何时好啊？姐姐，是不救他一救，只怕受此吻了。少爷，这便是何时好哦？绝妹，叔叔把书生扶上车去。老人家，快把你家相公扶到车上去吧。这样好心的小姐，不知真姓大名。你问我家姐姐呢？她就是这莱阳城中赫赫有名，名况叫桂英。多谢小姐救命大恩。老人家，东是天涯人老康，相逢何必曾相识起。继父来安在吧，耳根还不到你，哪个是耳根不到？到了哦，姐姐，继父是这年一张随过来的啊，舅妹，快把帘子跟熬好，等你继父过来宵夜哦。
你看，四季新年夜里真过王魁，把我们十姐妹结对的好日子都忘记了。师妹啊，自从有了王魁，平日里面都见不到你，好容易盼到今天结拜的好日子，我们从初更等到二更，也不见你来，就只好来找你啦。哎呀，真的忘记了，向二位请罪。四姐你呀，这一股长远过，弟弟啊，怎么不会忘得见光啊？彩云，你这要无声啊！我无声啊，我要帮你了。你等我，你赶快进来吧。漂亮漂亮，漂亮，真好。哎呀，当心，不要把孙子自己塞坏了。孙子呢？怎么没有啦？哎呀，那孙子那是四妹母亲及四妹唯一的纪念吧，可不能丢了呀！来，大家快来找找，快来找找啊！不用找了，孙子没有挂在手指上，是姐姐把它藏起来了。藏起来也好，要是真的对了，我就要被塞坏了，那可能会也来不及了，也对不了，塞不完，我把它藏在最可靠的地方呀。手就记不了，原是你这块，这难道是假的？你看呀，四姐呀，你最心爱的孙子都送去王魁了。哎呀，上元不得上元过，真是情深意重。哎呀，好了，不要闹了。四妹，前几日你家准备拿来的首饰，同我前去点卖。我想这些东西你也来之不易，还是留下吧。哎呀，妈妈有人要钱怎么办？妈妈那里我已经应付过去了。二姐，再这么死的，你留下吧。二姐呀，你真是自己不心痛，要你心痛。四妹，采用话虽难听，却是一番好意，都是为你着想啊。须傍身心。家比是个母。
小权来，是今日一心一意，礼让王亏了。小姐妹，你进去把香门来开。姐妹，怎么没有听见你继父读书的声音？你先去看你继父，他是非三宽卷与我没有说什么，没有什么。你呀，我们这是怎么一点话？你是不放心了？不是的，夜深了，我怕他又要不安在家了。啊，爷我们在这里，反而常员工许是吗？你又来了，继父正在出门找你啊，这下你可放心了吧？我去拿件衣服给他披上。正在做文章呢，人家要走了啊！好了好了，我们啊不仅操场员工嘞，我们啊走了。那我才不送啊！你还有心思送我们啊？哎呀，你的心啊，是你那往上去吧！
吃下去不好。娘子，这般自由，怎么晚不睡呀？郎君不在，我怎么好安然呢？你在做什么？做针子。什么针子？一双面麻子。替谁做的？你想，我还会替别人做麻子吗？我不是有了许多麻子，又做它何用啊？过去你深夜用功，两腿受了寒气，时常发冷啊。前几天我又在张大夫那里取来药方，他说此病最发可无此药。我想可不能再受寒冷，需要面麻糊腿才好呢。娘子是此天天，小生没此奈嘛。好了，快吃吧。娘子，还是你吃吧。我不饿，你吃。娘子，昨夜唱的曲子真好，今夜再唱一遍我听听。哎，夜深人静，怎么好唱曲子呢？你不唱，我就不去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快去。那么你去唱。哎，你呀。娘子，我在你家快2年了。娘子对我的恩情是有定当多报，此番实得告终，并请娘子静静同享荣华富贵。王啊，你如今这样日夜用功，为的是荣华富贵吗？常言道得好，10年朝下无人问，一举人民天下凉。一旦做了婚，我就什么都有了，那晚为的是什么啊？王啊！
又是深秋了。娘子，今夜草娃又是人好，令我正好吹灯赏哟。再劳奴先去来吧。娘子。为
苦苦伶仃的故人，你此去撒把回原形，王郎啊，今都万万你莫去写。贼去，此番实得告终，定及归隐进京，同享永华富贵，稍为次日永途刀杀。你的路子上要好好侍候你家少爷。
元公不喜上元宗，喜从何来？上元公，闻老大人有意气节，十分严美。闻老大人愿与上元公结为秦京之好，不知上元公意下是何啊？奉还老大人敬爱十分恭敬，只是下官家有糟糠之妻，怎门请旨不便应用，外望刘老爷好言为行。上元公不起糟糠，怎奈苦尽？自此下官告辞了。奉送。刘老爷到此何事？铁汉老大人千金作媒，请哪家相公作媒呀？这话用问。就你，那你是为了他的呢？下官家有糟糠之妻，请他好言为行。哎呀！少爷真乃是有义气的男子啊！此次就该夸夸接少夫人进京才是哦。启禀上元爷，李老爷到，有请。是。张元公，向张元公文才该是堂堂一表，跟有一位美貌艳的夫人相配。今日下官特地为张元公做媒的，今有陈老丞相前进领旨小姐，她生得十分美貌艳容，她与张元公匹配，真是人间天上三生难得。张元公，你不为推辞得了吧？怎蒙陈老丞相敬爱，只是岳生家中已有糟糠之妻，十分恩爱，怎门请旨不便应用？请问张元公，家中的夫人是哪一家的名门千金？这个惭愧。原来是此。张元公的夫人是平常人家出身了，这也无妨嘛，多多送些银子，叫他在园中读书就是了吗？李翁是我说出这段话来，有道是糟糠之妻不下当，我方岳生领的之日，正与至今在人间名字，可不相留。有道是人命不可欺，婚姻之事，请休在地去。张元公不起糟糠，真是难得。既然京城为官，倘若被大人们知道张元公的妻室是清场之女，那岂不是大大的笑话了吗？少宗大人的夫人出身外密贼不少，这有什么可笑的？刚才和老大人已派人前来做媒，我已好言谢谢了。神夫这门亲事也难送你。好啊！
家的亲事聚集了，正好答应陈家的亲事。光恰陈老丞相是常员公的顶头上司，常员公你不要顾责最好呢。此次李翁亲为，拥有圣三世。哦，30留银，常员公高才，高才，高士，奉送。陈老丞相是恩才使命，要是常员公做了陈大人的东厂快婿，那是顺水推舟，王儿不理的了啊！圣教。实在李老爷的差人对我演讲，李老爷是替相府做媒来的。你怎样回答他的呢？不用你问。我跟你答应这门亲事了。下去。哎呀，少爷呀！却一个无名的精彩，他为你姐妹行中早晨归，他为你花儿面前把辫子开，是这样想生死海，离开早节少夫人的都来。岂不知他为我把无权买，岂不知他吃上上面点金钗。孔子有素富贵，淫无富贵。正是我贪恋用娃变新闻，至今是留在无啥样有的，记不得民族行里手在。永远不用上一招子，去用力争路才把口开。少爷你下去。启禀上元爷，张老爷姑父。听说他与神父的人，他来做什么？莫非又是与我？有情。
常月公，实在李我孟良辰相思明贤来的情，言道常月公不喜糟糠，因此不便答应这门亲事。老丞相听了是十分敬畏呀。不过丞相放着常月公的妻子，不但是出身文明，还是明狂的野花女子。此事要是被人知道，常月公你的脸面何真呐？老丞相是为常月公哭泣，因是名小官再来比亲，常月公可却不在推家的喽。哎呀，他们是此相比，是无是好啊！见哦。妻三了命苦啊，他原是思乡门的贤德的好穷才，我与他万难相逢曾匹配，定期再去报应。谁知道了，这常月公编下了文王的那时期，你功不成名不去，我为了你10年而长，我辛苦
不是人因呐！哎呀，此事另有神经配量呐！常月姑，你真是太是神奇了！这种野花女子懂得什么哎？独送她几百两银子，也算是对得起她了啊！独送她几百两银子，也算是对得起她了啊！哎呀，此事若是领不之事，曾与他在黑神面前鸣鼓之类，闻听那黑神十分明言呐！哎，黑人归的是黑，这类国神结婚姻之事，再是上月宫，乃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，小家的黑人怎么混得了你呀？混不了，混不了。此事匆忙之中无有新闻，请请为给是贼来。常月宫，常月宫啊，常月宫，你看这女水彩不是最好的品了吗？这女水彩么？常月宫，在下府今日在报，对其是山，不在乎常月宫的品不轻重。常月宫可不要再吃你了。常月宫，告辞，告辞。常月宫，告辞了啊！演出对张翁家。马流烟上，王魁子很心肠，也恭敬居民苦，教育教子女娘啊，谁知王太良胸上，一花女正太上门郎，啊数银子200两，是王太不能做累了。念他与我2年恩爱，待我的小事一些。毕业连子虐一归，守将不应冤枉亏。只因教贼张得了，总想穷流虐于贼。往去哪里？这里有书信的封，数银子200两，数往来阳教育民苦啊！可是这少夫人进京，真是，哎，这就好了啊！好多这客气人。少爷，你还有什么话要为禀少夫人无忧啊？信里写得明白的了。我是多问了，多问了啊！启禀张元爷，莱阳家属到。下属人何人？书信下在客店之中，是那店主亲自送来，小人已当发他回去了。下
去。是。为应北极王郎亲自，还有小事一说。上不胜古锦绣香，谁郎得意真水啊？谁知叫谁有归康？十句春意在机场。娘子好精神也。去了，去远了，滚！他为人，快把士兵滚不上了啊！不好了，回营情爱是海深，先生也有闻名声啊。上年夜相互插棍就擒，这是击鼓也鼓不去。这明日来救归营的魂啊！
还有1数银子200两，请少夫人收下。银子就没收下。老管家，少爷身体可好？甚好啊！可是少爷亲自差你来的。真是少爷亲自差我来的。迎接少夫人，即刻进京。老管家，你一路辛苦了。姐姐，你快回去准备酒菜，今天晚上你我姐妹喜上一时。老管家，一路辛苦了，快带我去歇歇吧。好，姐姐，快念信吧，我们都想听听姐夫的喜讯。忙什么？哎呀，你呀，常月公就常月公的信。我们怎么可以听你？哎呀，算了，反正心里面都是些好听的话。我们还是先回去告诉妈妈，早点替她准备营帐，好让她到京里为王郎娶婚。姐姐，我回去非要问妈妈不可，看她玩哪不嘛？姐夫穷，姐姐嫌忙，妹妹不可如此。娟妹，你快回去整装营帐，明晨一早，你我姐妹一同进京。
是吧？姐姐你为姐姐过黑人，这可是为姐姐，我在家里等你要快些来知道了。王魁见机，为计长子。此必结实经教引不忠，望臣老丞相作证，这是诚意。其实新婚难见绝呀，这明王赠送的银200两，以报延禧2年恩爱。必虑子愿已归，须将不应冤枉亏。只因教这长辈女，再相君女，有一。
王魁上京发誓言，我一人与王魁同在神仙，发誓明14王生死何不与他共，宁儿谁知晓自人自灭不死心。那王魁他中了状元就忘了本，他今该定期再去与主心啊人，200两银子一放心啊！待我上天无路，在地无啊门，实在等不心出神神公分。王人生子真你是差应与我归隐，把冤生啊！给才的文理与我作证，与我作证。3年啊，我总是往前也关心3我的话你听见了没有？你我归隐孤苦伶仃，你再替我做主吧。怎么？我哭诉了半天，你一点也不理睬我。哦，莫非去你的人太多了？你忘了那天我王魁在此明死了吗？潘官爷，请你查一查吧，查明白了向黑人爷为兵一声，把他办那王魁。怎么？你也不理睬我？那天我王魁在此明时，不是你我小鬼做见证的吗？小鬼哥哥，你记得吗？记得那天我王魁在此明日吗？怎么你也不理我？你们大家都不理睬我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如今王魁逼不得已人，他中了短命状元，是天子门生，又是丞相的女婿。你们就怕他，不管杀他，怕他你们多看
起我，看不起我家国人，一无见而死，是个烟花女子。我该受人家
一人在。黑人呢，你不敢王魁与我对阵，你是怕他，你不敢杀他，你不在我的场子，我因此呀已无此口生的了呀。我只有一条死路，死。对，我就是死了，也要跟那王魁。
不知我亏。报之冤。换官自也，则因教归隐，被王魁休弃，此亦怎能死？黑人也遵了他的诉饶，命俺去到边境，怎拿王魁文魄前来预约他之阵。对，教归隐哪里来也？教归隐。黑人也遵了你的诉饶，带你去到边境，怎拿王魁去走？当已有歌文在飘。
他在那徘徊路上山上作对，杀得我叫是女孤孤单单，凄凄千里万我竟要
以来蒙那林子小姐对我十分恩爱，华年之岁，不觉又是深秋。为想日来养自己，与我那归隐妻。下千阵的苍苍巨雄伟，至今独人忘辞了。想当初与娘子心心相依，夫妻们在月下才能私王亏不得已，故为了渡尽教日期。2年间，他与我共成疾，3更灯火5更鸡，谁知生离生死别。我的恩爱真正重的，但求那名声高大来查读你。是啊，在下官名什么是夫人，去听那名声高大与那教师主言几卷经文。也就是了，叫他与父母亲在那与妻，这论子到了深秋以外，已显得有些凄凉了。生生地往来残灯似丢你，耳边像又听得风声起。
身是死因呐。莫非我一下生鬼门，不与我闻声起疾病。这鬼神之事不可平信，众人有归，我王魁乃是男子汉大丈夫，又是天子的门生，怕他之神呐！马上王魁太喜气，为了珍贵马上元气。的酒菜与下官上药，像是等不及，
亲自进屋来了，自责等也不让忙光难避。他要夫人脚丫丢来请也就是了，要务必自己来呀。面叫开门的是哪一个啊？是我啊！你是谁呀？我嘛，是我啊！哦，是夫人哦。真是，是我说是夫人来了门。是风日好，开门迎得贵辈来呀！哦呦呦呦，今1月14号，就是风大了一些，将灯都吹灭了。吹灭了也好，你我夫妻在莱阳的时节。不是时常彩灯赏月的吗？哎呀，夫人休要失笑，你什么时有一人到过莱阳嘞？啊，夫人，请啊！夫人，请啊！常员公。你真是贵神多忘事，你我夫妻莱阳两者相亲相爱，难道简不记得了么？哎呀，当归呀！闻名师承，真是是鬼呀！你不是教兵吗？真是为气我啊！那王中送莱阳为雷言道，你接到我的书信，已在黑神庙内是已生死了啊！啊，那是他传错了，我不曾是。哦，你不曾是？不曾是。当真？当真。孤son孤son不曾是。王郎请来看，我不分明是你的鬼影么？那么，请你聊聊你是怎样来的？请你聊聊。郎君来的，难道我是来不得吗？你来做什么？一来闻得郎君告终，再来何喜呀？唉，自家不言，还我的什么喜呀？二来嘛，喏，我与王郎送牙房来了。牙房？什么牙房？哎呀呀呀，王郎啊！鸡蛋
是名利金榜，长亭里李来呀，为妻我是10牵挂，也在梦乡。一空你去比在望，我是千里迢迢来上阳。在风尘，今日我怎能为他一片心？怎奈他原本是秋流神女，杨花蕊怎能在月与金盆？吾凭总理罪法，也帮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桂英，你还是回去吧。并非我人生有你，这是为世俗何出于无奈。你回去吧。王啊！为因千山万山历尽艰险而来，你是收留我这个孤苦伶仃的女子吧？桂英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心的女子，你杀这一次，要是被我那夫人知道，那完得了哦。记得我与郎君当时相爱，我死不在家，我常受宝儿的当骂，姐妹们的讥笑。如今王郎告终，为妻烦躁休妻，我啥时回去？不但受宝儿的距离难看，甚至那些姐妹们也为一股一股的气恼于我啊！哎，桂英是贪过名人老烟花，我此去郎君收留我在府上，足以往事情。我也三观郎君
谁把儿比比太低啊？家规云在后人子论上吊，我皇呀一孙子花永永上边去清欢我比王郎也答应我了。心儿一慌，不见王郎。他是他不生子，他听不清唱。王啊，莫道归隐外缘分，我此情一定要郎君，纵然是我不过做情，望常愿公能配一线安，谁用我在府中做奴婢，我常爱郎君是神魂，谁见三餐呀？我指望一万内我是铺上地皮李清真，王郎为奴为婢我是官员，我面人一向受欺凌，哎呀王郎你千不念万不念，万年我是苦苦伶仃少情人，啥许我实在长发容颜呀，谁好是与高潮，给予阳光凝照生命他杜鹃的血，苦哀悯，真乃不是传刀将士，难为神我回应好苦定期再去，无益有谁？跟吾皇将去朝去，谁家一等？并比我精神不离如今，精神流金是流根。贵人，我心已决，不必多言。为啥这不委屈？我就要问你个茂盛棍卿，市场相府是谁？既算我做奴婢也无此不问，既得你在进士记，我算你进士一律，事情完在三帮嘛。这是你的对法。关于那肉孙子呢？肉孙子我是对你讲了，那肉孙子已做了我与父臣订婚之行了。
你啥要完，灵媒一鼓起你也就是了。那要算这是我母亲的遗文，不像今天你呀！不必多言，请你把您50两收为累养去吧。贵人也是无家可归的人了，那么，请你往进50两，是你们委去吧。怎么事到如今，还要我叫贵人做了风尘了？你的于心何甚啊？哎呀，贵人啊，今生是我留了你，原来生于你这级思路，从结把手。我恰不信。哎，我对天明示，王奎，你那是一月死了一个叫贵人，你还想再是一个叫贵人呢？王奎在说此话，令人发火。指望你有本地诚信，我就少你一死。不像你竟丧尽天良！哎呀，贵人，你不要来想我，我明天去那名声高道，超度于你早生天家呀！我不要早生天家，我是来找你为来养妻嘛。现在不行啊！原我不行，现在我是人，你是鬼呀！